花莲光复乡的受灾户最近差不多拢会当领到几万块的慰问金，嘛因此引来了破遐党的注意啊。其中有一名60几岁的查甫人，伫花莲的民俗打电话予受灾户，伊讲伊家己伫个司法的体系会当食会开，保证会当帮受灾户伫个国赔当中徛。上无会当赢200万以上，好佳在是有人将这个电话录音起来提醒这可能就是破遐党要来揢油啦。厝已经无啊，慰问金用伫倒，真侪灾民根本袂付想，因为厝都要未复原，阁有风台买来。不过即马技术有司法援局想要外告，尽量去收集证据，这个梳状好，到时候我要帮你写段子的时候就可以跟你把它写好。我不是律师，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我已经打了500件段，经过了150多件，替人民拿回来的钱超过7000多万。技术敲电话予受灾户的罗姓男子，定伫咧平台直播。这回伊走去花莲，讲要帮助灾民拍国家赔偿的官司，会使赢200万。洪这个是司法援局。我不收钱，不碰钱，不收礼，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收钱，我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写东西就不客观。替国家赔偿协议请求书讲家己是法务超人，要替受灾户斗拍官司，互调查局到场了解。希望它是好的一个方向，也不希望是因为有了赈灾的事情，现在你才去表现出你法律的地位，我觉得是不妥。诈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防灾的过程里面，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提高警觉。虽讲罗姓男子讲是好意要斗3工，不过家己唔是律师，煞讲要斗拍官司。无论是真也是假，毕竟诈骗伤济啊，要是爱挖靠有公信力的单位，较保险。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